我很喜欢看一张专辑的企划。哦，真的会有人去看那些企划哦？会啊，我超爱看的。那些也都是请写手写的。魔王哎，起家写哎。哎呀，我们跟我们这种过来这边啊，他这边帮我们打个暗暗的地方，他真的是高等人士。爱的沉默交错又纯净，爱是无言的误会却走心。也比迄你客家乡亲嘅好朋友，结果冲客家歌诶，出新装饰，新装饰哦，所以开始是来念书。哦，对，一开始中文当然很烂的，我是听华语歌是听不懂，但是我就慢慢学。那特别是更大的挑战是学客语歌曲，客语歌，完全我应该don't wanna say。闹热打擂台，闹热中下來。大家好，我係黃哥啊。大家好。哎，也要來到我哋流行歌曲組嘅保利爭霸賽。俩海避免三關呀，老不生三關呢？三關呢？一關可以說是運氣，三關是實力了吧？羅志祥。真的，让人家真的跌破眼镜啊！刮目相看，就跌头了，真的哦。还有7关呢，想象不到。看你会不会真的让大家跌破眼镜，好不好？真的，最难过的就是我们燕峰了哈。哦，上下真的好多次，但是你真的有运动家的精神。对啊，真的佩服。你现在下来怎么都上不去了？继续。等一下继续就可以，对不对？对啊，你就多说点好话，他就上去了。对，那他就难过了。哦，不会啦，平常心嘛，平常心嘛，黑毛。他觉得3关已经够了。够了哈。今天又来2位新的参赛者。2位新的朋友。因为上禮拜一位參賽朋友，冇辦法嚟參加比賽。哈。好啦，那比賽之前就介紹金牌嘅評審先生啦。歡迎70位先生。70位先生，總飛先生，王一環先生。雨涵現在已經變老師了啊，本來就應該是老師了。是，比賽之前我要介紹一個好東西啊。什麼東西？對，等一下哈。好，買東西，你要掏哪裡？嗨呀，謝謝。我們亞馬上來可以哈。亞馬莎這修圖修的沒有修圖，很像本人。對，10年磨一劍哈。70位先生，24年磨一劍了。哎呀，他個敲碗的個實體的轉型了哎，他臉紅了呢。沒想到你來這一招。這個大家多支持，多支持哦，認功哎，認功哎，好，來，好，謝謝。開始比賽啦，好不好？好，比賽 TV 係乜嘢呢？是呢朋友來自苗栗條款羅秀東帶來情歌傳先生。來，彈我啦嚇。
志啊，哎，阿同志好，你好，哎呦，铁拜来吗？哎，铁拜，哦，啊，唔该有唱过，哎，董思妍，这感觉有大将之风哦，就很稳，然后你感觉一唱过就好像随口，上口冲出来的那种感觉，有姐去表演嘛，也青蒿唱歌，都唔会紧张呢。青蒿唱歌，有去表演过嘛？哎，是啦，是表演哦。跟住我想我嚟参加比赛。系啊，按球章来。之前没有参加过海选啦，没有过关哈。啊，不过当到年年啊，都想讲啊，每来好咧。系啊。啊，礼拜有去苗栗哈，苗栗嘅海选啊，啊，都想讲啊，大家因鼓励啊，都想讲咧来试看啊。哦。跟之前乜嘅年年冇来。体验的吗？一方面也体验啦。一方面，唐人讲嘛，摄影棚是当人啊。哦，也是采访，做下大的，做下小暖就好了啊。真见当人。看用的人要比太平间行啊。对啊，做下小暖那就好了。啊，唱歌会顺运通嘛。会热身呐。对呀。认真冲就会热身呢，暖身冲嘛。你两张演员还有冇？还有乜个演员？冇想我看到罗时丰吗？没人啊，当上来参加比赛，啊，就是路途遥远哈，啊，你就唔识坐火车，又唔识坐捷运哈，今比铁拜七架坐火车，七架坐捷运，全过来哈。你看，人生就乜多种要尝试啊，还没很简单，对啊，还冇票会大嘞。车愿意抽就多了呀。啊，贵都会有闷人啊，有一个小姐很客气，又让我坐位置，又跟我讲怎么到。她说你到了捷运下出口哈，你就一直看1号出口，他会指导你华视在哪里。对，台湾最美丽的风景就是人。对呀，是不是？挺简单呐。啊，所以你讲来要冲个第后面哈，还冇上来嘛？迄有机会迄发，想我来照次看啊。来，看佢今日有机会嘛？来，请这位先生。好来，好，小龙姐姐哈，小龙姐姐你好，你一开始我要本意当到温暖，哎呦，至少我要本意，而家讲咗按到，看天嘅白行到啲摄影棚啊，大家本意按到温暖，你们本来你当到温暖，因为而家创喺当好堂，我先讲我就像2位主持人讲嘅，太将之风、大将之风，等于神行看到按。懂清楚之外，我所也起动足，你开始天基出下到嚟嘅，冲出情歌嚟，本意堂啊就当上去堂唱嘛嘅，包门啊就知道讲，你做得列数歌曲做得做你比赛咋？铁拜嚟比赛翻本，我蛮讲，你唱得懂清楚，当然啊每一幕有上是数得懂嘅，也数得懂慢，也数得冇清楚，你大幾嘅每一都唱得懂講，特別係專門一擺彈到我嘅心上，你真嘅唱得懂好，有你自己技巧之外，真嘅懂穩。一般嘅彈到，比如講上一年紀嘅可能抖音啊，會準，也係講會走音，佢冇係要當唱一物嘅，你客家話當特別，你要咬到完整，譬如講。高上嘹亮跳滿山，有冇？有你會唱山，你會唱山，有種韻味出來。有在韻準過咯。嘿，古所講我知道列bài列數歌曲唔唱嘅，做第100嚟比賽人嘅翻本主要嘅意思，還有其他我冇乜嘅意見，我知道我希望喺100做得一直聽到人唱歌本意當到溫暖之外，還有一點我講嘅係，雖然講愛唱歌嘅唱得好，注意技巧之外，你要加入一些人自己嘅感情。有時是起動曲啊，技巧唱得好，唔過冇感情嘅話，歌嘅堂嘢出嚟平切。我想講而家講法係有感情，你感情變咗歌地擺度，我知道你會。炒到幾尾哎呦，羅志祥，哦，加油！哦，什麼老師？睇下人嘅分數。睇下羅小棟嘅分數。什麼老師？有聲一點。有分數係。批敗了，雙分吧。真的同厲害啊！請厲害呢。哦，恭喜！好，我對這個唱歌有信心。什麼老師？好的，做下小暖地位啊！係啦，難怪如果講韓，係啊，做多係用。
那周当勇就亲好。他以前站着就流汗。哎呦，乱讲，真的啦，乱讲，乱讲，哪有？站在这里，然后就下去。你玩游戏的时候，这样会好牛mắt咯。这男的还要帮你补妆。没啊，他不会了。郑兰姐现在都不会抱怨我了。妈呀，我贴心哎。好了，沙雷来自苗栗公馆陈玉贤带来莫嫌爱。好来谈过啦，莫嫌爱啦。按旧没看到啊？对呀，好久我们前客台长官。哎呦，龙舅之前嘞。啊，跟你们继续底下搞电视台服务嘛？你公子嘞啊？家人啊，家人公子。老公唔肯上班。要上班啊，也專業沒有啲上班咧。哦，專到這個故鄉去上班。哦，也做乜嘅？做特教巡迴輔導老師。特教，那就是那種比較不好教，學習比較慢，有一點點障礙。學習較慢嘅聲音咧。好偉大哦。冇就本身係好厲害呀。沒有，不是剛好有缺你就去了。缺錢啊，缺錢。哦，那個會很辛苦嗎？辛苦是。因為嗰些社福教，他沒有辦法為了這些小孩去成立一個資源班，所以就需要線上去學教就來就去安樣，然後視察視來視去。哦，所以上山下海。哇，沒有下海，就上山下山這樣。哦，啊，你是住公館？公館都太府服務。太府啊，有啲太岸嗰度。太岸嘅溫水國小，我哋福建嘅學校人都有去就錯咧。南湖嘅東興國小，還有南湖嘅華興國小，就走來走去啊。啊，你總共教幾多隻學生嘅？總共有3隻學校加起來有780，分開教啊樣。我當難教嘛，嗰種學生。難教係唔會需要耐心啊！根本一學聽講就唔記得咧，冇就係教下學一下就唔記得咧。哦，那跟我一樣。對，我正想說，這不跟羅哥的症狀一樣嗎？我講的3年沒按樣。營運傻3年嘛，對不對？差唔多。哦，這按你從山落去啊，你會動辛苦嘛？個堵到天氣唔好就會有落石啊，或者淹水。哦，泰安鄉裡面比較會。對，那你們還是照去上。
照去啊，偏乡的学校对，可是他们就是很天真，跟闪通的声音中就很天真，看他们笑就觉得哦好开心哦，对啊，他们就会很开心。老师你在干嘛这样子？其实我真的很佩服这种教育做教育的人，因为当然是一份收入啦，但是你要有这个热忱呢，对，要有两种热情，真的佩服，来跟你摆一下，承受不起，这样我不要随便摆，真的好伟大，他有这样的热情很好啊，真的就像现在长照顾那些老人的那一些朋友，我也觉得说。真的是，那也很伟大，很伟大，对啊，还要翻身啊什么的，我是不用翻身呐，你只要不要让他们跑出去就好，对，注意他们的安全，前后门锁好就好，对，不要让小朋友跑走。那你自己翻身要小心一点。好，我很小心，好不好？不是，他就是那手断掉，就是因为翻身然后就压到就断。对啊，还有现在我都只能朝右边睡了，你看。好啦，没有啦，你还相信哎哦，CB 型3很天真哎。就是住花莲的朋友都那么天真吗？都这么天真吗？好少天真，善良，善良啊！对，我们让善良的老师来看奖评，看他奖评善良吗？有些也拜因为上拜比赛都也要有2年以上的嘛哈所以也拜转來咁樣看到人都當歡喜。就係講今比唱嘅歌曲啊，我知道還係唔保持唔頭擺嘅實力啦。所以今比係針對也嘅歌曲啊，我知道唔用一種當甜美嘅唱法來形容耶穌歌曲嘅感覺。就係講我知道咩當時他唔來表現。喺講也嘅歌曲嘅表現方式，但係講喺有乜嘅本經嘅地方嘅話，我知道喺講因比外家一直上一堂講法嘅方式嘅方法，個還有唱歌嘅時節用戲嘅方式，我知道唔可能啲唱歌嘅時節，可能要略個調整一下，因為唱歌嘅時節啦，有時是要用到戲吼，所以也嘅用呢啲地方只有上半部，冇用到。中間這一塊，所以有時是會彈到他冇法度用力的地方，因為甜美唱法它很吃力的地方是，兩個嗓音沒全出，不過你的腹部的力道又要夠，所以你要保持在那個一定的厚度哈，然後又要有甜美的樣子，跟冇咁簡單。可是你的聲音兩個嗓音有拉要甜美的感覺，不過呢就會稀冇啦，結果聽起來會有一些地方會比較虛。好，會較稀啦，尤其喺也地方有幾隻是喺做那樂器嘅地方，就是每一個句子最後面像海啊、矮啊，那種聲音全部那吸煙發全部要往下走。你喺往下走的時候啊，個甜美嘅感覺要維持住，聲音又按你來起來，所以亞個地方大概會彈到你在使用那個力道的時候的部分的一些比較虛的地方，所以。甜美咧，應該講幾首歌曲嘅感情，我覺得很好，我很喜歡。尤其喺我家一次看到唱時節，我嘅表情啊，很甜美咯，看起來就當像，我覺得老公娶得好，嫁為人婦有差。對，真的有差，那個甜美的笑容，我好喜歡。當好嘅感情不用的地方，所以按個事情就係按嚟嘛哈，他必須要配合，所以呢可能也個部分較屬於較技巧嘅部分啦，所以我覺得是可以培養。可以累積，所以我希望講也未來比賽啊，一聽過呢批也嘅團體嘅部分，比賽團體部分，我就希望講喺也嘅地方做得更加多。較多嘅訓練，一個本設計有機會更加累積能量嘅話，我希望會有更好的機會。好，OK，謝謝安之星。謝謝。來看一下幾個分數。看一下陳佑賢嘅分數。我係錯的啦，我會不會閃 V？懂厲害啊！這我很難講啦，很難講，很難講。我就看會不會看樣板，好吧？對，量力而為哈，好吧？謝謝。OK，好，謝謝，回座休息。好來，沙雷係李彥峰帶來落伍發言。好啦。我很喜歡看一張專輯的企劃，我真的會有人去看那些企劃，會啊，我超愛看的。那些也都是請寫手寫的。冇啊，我係自家寫的。哎呀，我們跟作者，我們這種過來這邊啊，他這邊幫我們打個暗暗的地方，他呢
的是高等人士。風雲後嘅花園，佢哋風花拍花同風花，嬌嫩像水嘅花瓣，真奇妙眼眸相擁，溫柔嘅一頭，將到數門讓蜜temp溫暖嘅夢。總條嘅風情，所以也地呀比也近也用，世界慢慢的好。暗夜嘅花香，漸漸跳跳，像夜色嘅泡，同一個像夢不眠。老不老花園，老總。風情，所以也地呀比也近也用，世界慢慢的好。高路冇強勇哦！我说今天就好文青哦，好轻温柔哦，温柔的感觉。跟这些记得去年代的时候，这些有那个那个叫什么？客语歌谣的竞赛哦，跟这些台南区的竞赛，跟这些主办单位请严老师同来向下去表演，跟两个向下，就有创作一条歌曲，还有萝卜发言，严老师的歌曲，想讲哇，整个很幸福、很浪漫的一首歌，但是它就有那种萝卜发言的那种那种放松的感觉，歌后糖，歌后糖一条歌曲，充满糖中朋友糖，充有那好一种米西。哦，跳摆嘅 Rita 唱嘅，冇啦 ，Rita 唱嘅感覺冇強勇啊，係冇吼。Rita 姐嘅聲音懂甜，係懂甜。因為佢本身佢做鹽光鹽嘛，因創作歌曲嘅創作案多。佢自己創作。目前這個有算大概創作咗條歌嘅。冇算誒，冇算，算唔出來。你會算嗎？唔會算，很好算啊，就幾首歌而已，那有啊，就幾條歌呀。我沒有認真算過哎，裡面還下下個右下方一個歸檔某篇音啊，就是我想講沒有特別的去計算過。哇哦，創作等身就對了。你是以量為取勝還是？我覺得沒有哎，我覺得都沒有哎。你就想到就有想法就走，有想法就走，可能有青島唔係完成過一條哎，他很多 demo，你是講很多創作人，他們是一段一段。啊，有的還蠻發行做咗。哦，今年都做在準備起來啊，係嘛？就慢慢來，我啱想講，轉先要想一下扣音嘛，想扣音還沒懂重遊，就是因為我覺得我很喜歡看一張專輯的企劃，就從可能包裝。
内容、故事还有巡演全部的企划，我要完整一点在。你要有正式的专辑，对，要正，不再是作品集。嘿，走。真的会有人看那些企划？会啊，我超爱看的。那些也都是请写手写的。没啊，哎，起嘎下哎，客家人呢，开玩笑。有没有懂好起嘎下？哎呀，起嘎下呀。哇，你们，哎呀，我们跟这种过来这边啊，他这边帮我们打个暗暗的地方，他那个是高等人士，你罚钱就有转型后出嘞，不是高等人士，这我才佩服你们，尤其现在时代不一样了，说哪可以用石头。比较不流行什么创作型歌手嘛？哎，罗哥，你有去给他下过狗尾吗？有啊。对啊，我的歌还有在 Muse 的。哦，真的哦。我每年都还会收到一些版税。多少钱？700块吧。哎，700块挺多的呀。那条狗也很几嘎下哎。我也写了2首。真的哦，一首是词，一首是曲的。哦，真的哦，哇，罗哥没创作歌数啊。等一下马上查的。但没有在专辑里面那个啦。那在哪里？有在专辑里面，但是没有当主打歌啦。哦，应该的吧。因为我的程度还不到，对，应该。哦，从这的哈，想必欣赏。燕峰，每一拜我来这边都很期待听你唱歌，因为我觉得每一次，不管你选哪一首歌，你总是能够诠释出属于你的味道。然后每一次我来也是唐豆你唱歌一次比一次更进步，你知道吗？我就会觉得心里非常非常的开心。那给波尼亚苏歌 Q， 我觉得我刚才刻意我都没有看你。我就是看着歌词，低着头听你唱，我觉得很棒哎！这首歌你整个那个，你都把第一段的那个音，就是拖得这么美好，每一个音你送出去的感觉，就让我听到觉得真的是如沐春风。好，我觉得真的是很舒服。这一整首歌，然后我就听得到你的笑容，听得到你要告诉我这首歌里面你看到了什么，你感受到了什么。我觉得今天这首歌，我自己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欢。讲3次，非常。然后我觉得你真的要我鸡蛋里挑骨头的话，好哟，我只会觉得间奏之后那个阿米亚给法雄那一段的。因为阿米亚，我觉得你可以在阿米亚，可以不要阿米亚。对你，如果你真的要我鸡蛋里挑骨头，我只会觉得那一段，你可以再让我感受到阿米亚给法雄的那个感觉。它跟一条很大的时候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顶多就是那个地方，我觉得你可以再去思考一下，怎么样去表达出来那个阿米亚给法雄的那个感觉。那其他整首歌，乃真金。都很喜欢，我觉得今天很棒，你一定会越来越好，加油！我加欣赏，非常，看有没有非常厉害的分数。今日松柏比赛成日講嗰度發，講到給我自己時間，跟住結束成視頻上陣會老師，我們在底下聊天，然後他們給我很多鼓勵啦，還是我其實整件係嚟一片唱歌，沒辦法看到歌飛行上面有沒有輕歡喜，所以我說很感謝鬧熱。對，要不然說真的，燕峰他可能他對自己在音樂上或者在歌唱上面的表演的對啊，他是很有自信的一個歌手，年輕歌手，但他來這裡好像受到很多的打擊，然後上上下下，這對他來講是一個很殘酷的一個體驗呢。不會啦，就聽很多的建議，但是沒辦法一下完全吸收。可是就是慢慢的總會有越來越進步，因為沒有1年沒呢，對，1年了，所以想說還是很感謝鬧熱這個地方。對，或些歌場青蔥優了。你看我出道那麼久，我進入50歲的時候，我開始唱，又回去唱華語歌曲。對啊，那時候我在錄音室也是被老師刁到。哦，真的哦。對啊。誰敢刁你？不是這樣講，那個老師現在，所以可是你後來又唱回自己了，黑毛也還好啦，又做回自己。咖喱巴雷，咖喱巴雷，咖喱巴雷，咖喱巴雷。但是我以前我可能會咖喱巴雷，咖喱巴雷，我可能會有這種表現啊。現在不會啦，現在就比較自然啦。以前會比較。
就会压在喉音。尤其给他关塞这种冲法，也是于天害的啦。哦，真的？不，你很会牵拖哎。对，小时候都是偶像嘛。小时候蹭于大哥，然后现在就是反骨了，是不是？反骨。好了，好死啦，哈，希望哈，严重的改变。歌唱青春有的哈。好嘛，好来，好来，欢迎阿李彦峰的分数。94.5分诶，5分哦，有机会哦，有机会哦。好了，知心排 C 了哈，不，还没唱，还不知道，很忙冲哈。好 ，OK， 好，什么艳峰？是谁？做休息，好，来沙雷係古球亭帶來茶檔成嘅風。來，等啦。今天好学生妹哦，各位品牌先生好，今天有赏呢。现在大家唱歌的方式全部去模腔样啊，嘿，有没有哈？跟参加跟球友越来越多模腔样的唱法，风格出来。全市的方式哈，模腔样的，嘿啊，哦，因为线上又指导，又教，希望先生。你有听进去啊？啊，又弹到嘿。对啊，所以我们老师真的是很厉害，不藏私，不藏私这样。对啊，她跟她老公认识也是那种机车交友。机车交友？对啊，就抽钥匙那种，还有。你没玩过吗？以前？有，我载别人。我们这点清楚够嘞，他家都不给你摘，然后我唯一载一个他不会骑摩托车的男生。以前你就是抽跟那么有缘抽到跟你老公。哦，那个该系出社会时间啦，后来对，後來家下因為家下到幼稚園上班嘛，該學生嘅阿叔是應該要重視愛啦，其實講咧潮講招交友這樣子。哦，介紹就抽嘞。其實早期的同學，我是整個學校的老師，然後湊對聯誼，只抽鑰匙。
我係女方那邊的主辦人嘛，我是那要10本老師們該都唱，嘿，唱了準備記是就是我老公的，你自己留下來的吧？自家先講起來啊，其他一本披薩出啊，有可能哦。哎呦，老公今天才知道中計了。我老公是講，你係咪這家先拿起來？哎，有沒有今後啊？促成一段良緣。對啊，那時候就有心機了。哎呀，沒有啦。好啦，衝出嚟哈，請怡煥欣賞。係。曲婷之後，欣賞好。其實我今日看到你獻那條歌曲有感動，因為我其實沒有聽過你唱比較流行一點的曲風。對，那今日我糖豆嘅時間，其實我覺得真的很驚喜耶，因為如果要改變自己原有的唱的方式去詮釋一首新的歌曲，你一定會有一段時間需要去適應。但是我覺得今天這個演出我看得很開心，對，我到後面就沒有聽了，我就這樣跟着音樂的曲風，然後還有肢體，今天那個姐姐的肢體語言也很可愛，就是中間有這樣子，對，然後有一些，例如說像主歌的地方，它主歌的地方本來就是唱得比較短一點，但是今天的那種段又不會覺得說好像是數節拍的那種，對，所以我感覺你也欣賞懂厲害，對，今天真的有感受到那個唱完的。就是我今天真的是坐在這裡感受那個茶檔傘給風吹過來的感覺，對，所以我還蠻喜歡今天的演出歌曲。但如果要學一下雞蛋裡挑骨頭的話，對，就因為它的前面呢前奏進到主歌它是弱起拍，所以那邊要準備好再唱，感覺會更游刃有餘一點這樣子。對對對，然後中間有幾句歌詞，它可能是。要吸一口氣，然後要唱比較多，那邊的咬字要稍微去找對一下那個節拍，那我會覺得這樣子歌曲會更好，這樣子。對對對。好，好，歡迎下顧巧婷嘅分數。巧婷是家家拿到94分。係啊，你算起厲害啊！人家來都按叫嘅，盲錯雙語。盲錯雙語歌，佢都聽呢個款啊！冇機會。有啦，見來見好啊，係冇？見來見進步。係啊，你下唱嘅歌嘅曲風見來見發咧，係冇？好嘛，加油！好，加油啊！好，希望巧婷姐。好的，沙羅係為免炸樓之行，帶來演後起家。趕快啦！有風啊，吹呀吹。
前嘅故事，迎合時間。大家好，姐姐好。哦，子欣哈，一條歌唔乜嘢啊？唔係啦，永遠啦。煙火設計。嘿，煙火設計。基本有煙火設計嗎？安靜了，怎麼了？不好說。不好說哈。怎麼心虛虛的啊？就是啊，冇準備好嗎？因為就是感冒，有感冒了。沒有，他其實幾禮拜唱歌的方式就是比較內心的感覺，內心戲的那種感覺，所以基本唱的歌還是有着他的水準在啊，還是有水準在啊。不過唱好像比較有一點，就是跟前幾個禮拜比起來嘅發，因為他喊他溫柔一些嘞，喊他平一些嘞，就是情感呈現的方面。黑毛。煙火設計啦，反正做乜嘅事情就親力來做，親力來做。好，從說嚟，請這位先生。先生好。哦，子欣，其實你做肯定你從第8籌的幾位都做到到位哈，你歌上禮拜對你看到你進步當多，籌到嘅位也冇咁簡單。第3個禮拜嘅，故所講我想評審欣賞至少我對你嘅標準還冇強樣，我這個來下高啲位吼。雖然講進步幅度動態，根本你講很多係冇，其實睇得出來，因為睇人戲冇足，還有你略有啲傷色色，我就根本狀況沒有那麼好。特別係戲冇足嘅問題，以前你啲唱兩種嘅種曲風嘅歌曲嘅時間，雖然講你強強的唱，我感受得到你的力度，我感覺到你的力道，你是溫柔的力量。不過禮拜我知道你當到每音也好，甚至有啲位冇可能會有正常嘅噪音嘅部分，我要促進一下。唔過我要感覺到，我要看一下，我覺得你很努力的想要 hold 住，不過身體嘅狀況嘅冇辦法。然後當到比賽朋友講，比賽有時是暗場嘅比賽，身體嘅因素沒有考慮落去哈。其實我知道。如果今天你的身體係好嘅話，廖叔哥可能不能當高分。如果根本真嘅喺身體嘅部分，我知道你沒有辦法 hold 住你的整個的狀態。還有你雖然講你要改變你嘅唱法，譬如講羅大哥講你要走進內心的氣音的唱法多，唔過氣唔係喺唔細細上，也要有一種力量。譬如講第一邊，我知道你唱太聲音耶，你可能怕破音，你就太小心了。太聲音，你後邊又冇辦法做出人家層次感的話，你鬼數歌曲彈起來就當上動莫衰。不管幾筆分數樣擺起，你就愛記得你過去幾個禮拜做到了好，也做到了比較好嘅感覺，愛本太個進步，就像煙風樣嘅。嗱，所以今比煙風嘅比賽係我上愛看到嘅。我知道過去佢不管係跌倒啊，不管佢錯嘅位，今比佢按嘅表現，今比唱當好。你看佢行出佢一個冇強樣嘅風格，我知道你們厲害功課，所以按嚟做下去，好唔好？身體要養好，好不好？顧好來，好不好？加油！好，什麼先生？看分數以前呢，搶前高分李彥峰來到舞台當中。哎呦！唔會緊張呀！好啦，聽下來看分數啦，看一下羅子欣嘅分數。山歌唱河。之前是靜脈曲張啊，腿抖啦，起太久咧啊，因為腳底有一大把糊糊啊，糊糊。他說循環已經不好，你那個再不開刀，你就會睡覺睡一睡，你就會走掉。哎呦，這麼嚴重啊！你趕快安排。那個很好啊，就睡一睡走掉。對呀，我也是覺得啊。聽下來看分數啦，看一下羅子欣嘅分數。91分，恭喜！基本已經無人被淘汰呢，全部都留下來，全部留下來咧。
片祥和哦，身体会用好了哈。好哦，那一般用就恭喜烟风，好，重登 V 面在保 V， 好，加油啊！手中 V 面在保 V， 哎。哦，来到安尼传统组的保 V 正八岁，俩 B 面在，还 B 面两冠总有真，有成绩，继续加油啊！没，要不然八冠啊！请假，两张烟哈。脸凶哎，两张烟。其实两张烟系木一年木音乐就高嘞，懂夹啦，哈。来，隔壁啊咧有咩是咧潜水朋友啦？係有啲朋友之前來過弓箭動作好嘅小花盆，小口錯嘛，還沒記得嘞，係啊，記得哈。等一下我們要做反應給他。對，好，不知道他今天有冇準備？應該有吧。好，來，比賽之前的介紹評審們有哈。好，歡迎湯永平先生、曾明珠先生、林占一先生、陳秀峰先生。好，來。有請 TV 場上 TV 來自新竹主動林傑雄帶來評判。好，來彈看啦，林老師，好嘞。跟美女你好。哇，林老師，我要不要糖豆蛻變呢？完全冇咁樣咧。勁衝勁散吼。哎呀，咁樣我按過了。冇，勁衝勁好。70多年啊？乜嘅？70多年，70人嚟啦。70人嘅，幾樣啊？係啊，人生70張開始啊。但是人講，人越老我越退化。用70人嘅用衝都比之前還好，係啊，比50人嘅時間還好。還有參加天春嘅平板組呢，很得名哦，得名哦，哎呦，超級組，超級組誒，第三名，哎呦，個第一名係乜嘢？那時候我記得張湘菊跟張美珍那一年，第三名，還不會做的啦。講個笑話，我就講個笑話好了。哎呦，馬上進入重點，笑口哈。在一個海邊有叫村莊哈，你第二海邊人從頭常年在外面捕魚，有嘛哈？對，這樣嘛的，所以有些婦人啊就偷情出軌啊。哦，心裡又有點不安哦，他就跑到附近有一間教堂，向神父告解，說怎麼樣？那神父說啊，神原諒你，但是你不要講偷情出軌，不好聽，你要講跌倒，有常有人在那邊告解之後跌倒了。後來老神父退休啊，退休換他新的神父來。
哎，新慈父觉得奇怪啊，三天两头又夫人家来这边告解说跌倒，他就把那个村长叫来，对，你把路好好修一修啊，每天都有人跌倒，对，哎，村长就哈哈大笑啊，那新神父说你笑吗该？你这有什么好笑？对，你太太这礼拜跌倒3次了。我会逛。哎呦，小口没有进步呢。哎，这个很厉害哎。对啊，虽然这个故事哦，我在30几年前就听过，对不对？对啊，但他讲出来还是很好笑。好笑啊！因为这讲小口正经要有天分呢。天分，正经的人。像老师哈这么正经的人，可以讲到这么好笑，算厉害。小康这种人，就是这种老师啦，讲笑话好笑是正常。我跟你讲，讲笑话就是要一本正经讲干话，对啊，哎，厉害呢。是啊，难怪可以当老师，真的。而且现在唱歌又进步那么多，好厉害。接下来是不是要开班？问你一个机智问答，不要，留着下一次。下一次。等他过关，他一起过了。我觉得他今天应该会过关，冲过完后。向高中欣赏。林先生今日创业平板，真言就平板4平8分，老师也紧张，运脚各方面也做了以后，但是假使还有建议素材，就可比讲，体积上细连麦，也细唔创上细，那个团体，接连麦没做唔得啦。但是团体你感觉到，较无按严法啦，做得去考虑一下，各位天语机的双节弹，也个韵脚韵味啊，又较出的喂。也咪机的名来难那个属韵味数来清好，但是弹做得去考虑，还咪过长的时间。自家都去摘看那个只弹诗，让个创会较更较好。今日从清明节起水温又强的时节自家有摘到嘛？创个机个母亲个安尼系母亲亲孙啦也还咪要较注意的喂，冇问题，亲好。真好啊！谢谢郑老师，谢谢。加上我讲嘛，看你嘅分数，迄分数较大一番就讲，分数较高一番，就喊伊4张来讲。对，分数较高就有机会留下来，喊伊留在喊伊啦，对吧？来，快下来，看林启雄嘅分数。哇，93分。韩语习惯，收的哈，准备哈。你看我有先见之明，谢谢罗哥啊，太厉害了，谢谢林老师，好好做好哈，林老师慢走，希望你每一集都可以贡献一个很好笑的笑话，好，来，杀了，杀了，嘿，总运电台来罗三哥，来，谈个啦。
云元记，你好，帅哥美女好。哎呀，身体有那个冇爽快嘛？哎呀，那个。现在是还好了。现在是还好。之前用版，之前是静脉曲张啦，腿抖啦，起太久嘞啊。对，静脉曲张，腿抖，全部血管的全部走出来。走出来。医生讲，因为已经4级半了，你再不开哈。cái số một số số phải điểm thế là因为cái静脉，因为脚丫有一大呜呜啊，呜呜，他说你快点说，你那个再不开刀，你就会睡觉睡一睡，你就会走掉。哎呦，这么严重啊！你赶快安排。那个很好啊，就睡一睡。对呀，我也是觉得啊。可是现在不是时候啊。那种是有修复的，对呀。后来我说好啊，那要开就赶快开。俺们也是讲。爸爸身体不好，不能病人照顾病人啊，叫我儿子来了。结果我儿子好啊，行李就提着来。他爸爸你回去，我来照顾妈妈了。结果我爸爸说，我不要，我一个人在家里，我不要，我照顾妈妈，你回去。结果我想一想，哎，好啦哈，你爱心有做到了，你的孝心有做到了哈，你就回去了。爸爸一个人在这边了。结果第2天我开刀开好，第2天就是要开刀了哈，然后他下去那个地下街买早餐了。哎呀，我1个多钟头怎么还没有回来？哎呦，迷路了。不是，他会不会看到漂亮的护士不想回来？也小脑退化帕金森了哈。他就说药没有吃到的时候，其实会接唔到，其實唔會行啦。藥嘅去接到，佢當會走啦。結果搭對到電梯口㗎，其實某天呢停在那裡是唔會做。跟你冇試到藥嘅啊？有時藥嘅還蠻接到啦。搞電池嘅嗰種停在以後。結果停在那裡停東久，結果給一隻看護，他其實提供這種病就是這樣，然後他就說你怎麼樣呀？寬姐臉很僵嘛，他說哦，你到哪裡寄咯，我扶你上去。對，結果還會講法啦，但是就是很僵，肢體不協調了。哎呦，還有這種東西。對，我還沒唔定啊，是第8件身會抖，他又不會抖啊，就是藥沒接到的時候就不會走。那個抖是精神抖擻而已嘛。其實因為冇接到，所以我隨時。可能起步走，1、2就一起帶動他。楊先生也可以多歲了？75。哦，75歲。有固定使用的11年了呢。11年。但是他唔會行的，他差不多5年了。他得這個病11年。不過還好，肯定挺同啦。我還沒帶你來啊。要帶來啊。要唔帶來都唔得，還是這唔得啦。我被頭痛，還是滾熱都不卡。年末落。真係啊。不是啦。落咗就會天孔啦。退休之後啊，小腦膜痈啊，小腦退化。我請師請周啦，係冇。對。好啦。常在身體健康啦啊！來，常先生，好，袁根記哈，今日嘅狀況非常嘅好，高商不論高商咬絲方面辦了，全部哈非常嘅咁嘅順利哈，尤其係嘅上任嘅素材哈，那嚟讓本人嘅人員做到親將。哈，我談到非常嘅感謝啊，哈，繼續加油哦，哈，保持咱嘅狀況，哈，莫忘詞，最重要係莫忘詞，哦，好，加油，好，安子生，謝謝，你記得看幾本書哦，好唔好？看下嚟看總元健嘅本書。有心一點，本書也算一個啊，係啊，不差，應該留下來幾邊一睇啦。我看 Hellboy 咩係實力派唱將。是嗎？哦，係啊。是嗎？是，這個疑問句係乜嘅意思？好啦，看住這。總元健，對下。好來，殺下來。殺落去，趕得期待來平白。好來，彈個啦嚇。家有面前。講哈，一口氣可以踢50個，50個毽子哦，2分鐘可以踢50下。哦，你是2分鐘的時間撿起來踢，撿起來踢啊！撿起來踢，沒有那麼厲害的。我吃看了，可以，連續都係踢一朵。來，額頭拿嘅，額頭拿麥克風。才2多怕唔多啊？哎呀，等下慢很認真啊！來，1，預備。用左腳啊？獨奏的。
哎，转太狗，好，小康老师你怎么了？对呀对呀，你们这谈什么东西？好倔强，怎么不好跟关大哥？好倔强，好倔强，好倔强，硬讲哎，很刚硬。你觉得那个是对的路呀？所以你就走对的路。嘿，是唱高了一点，高了一点，很难低哦，去哪低哦？他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哦，迷路了。骑摩转夜路啊，冲这来。哦，那车子要换了。哎呦，好啊，很勇敢。难得根本做得按小暖的。所以而家讲，后背很动强的哦，我讲真的是，我一定，你真的是乌鸦嘴这个。啊，被我讲坏了哈。对啊，不讲白的。所以我以后不要讲话了哈。哎，不要预言，不要预言啊。对。好来，重提来哈，抢战一欣赏。关先生啊，今日讲一趟开始噶哈，网友来创案都会讲个唱什么调噶噶，噶下就有糖度的哈。你讲要唱 F 调，后尾讲个虽然一般唱 D 调，头下应该演奏迄 D 调系嘛？系嘛？对，好，跟唱噶有提高有调高音，第2调高天一行啊哈，有大路上来哦，但是第3句哈，啥有高有大，唔得飘到那边去啊个呀。海边有机会啊哈，就讲你安尼哈，慢慢的啦，因为今日嗰個專業要加油啦，嚇唱強啊嚇，低調即唔唱嘅哈，應該說係到 F 調到 D 調中間差唔多嘅。哦，降一啊你啊。唔可以講變到發音量啊，又粗又高又大啊哈，嚇。加油啊！好，你彩排時間就好好咧，你真是力量對，真係不一樣用到，你看。啊，對不起你，對不起你哈，哎呀哈，你回去好好練。以後不要把他的話聽進去啦，所有經有出就好了。哎，自己尿歪還是怪馬桶的？來，好，快下本書來。管得幾個本書。90點分哦，對啊，很多23分呢，很厲害的，係啊。徐鳳先生本23分哦，佢今日唱一個冇唱奏，因為哈，網上佢唱嘅時間哈，不管唱羅山歌也係啲平板哈，佢就唱一個見唱奏，嘅山路見老人奏，今日佢啊哈，即係講。我知道表現都比面前還要好，故說我哋加油嘅分數，哦，鼓勵嘅分數，哦，老師意思講，就是小康老師他們彈 D 調，但是他唱到 F 調，對他從頭到尾都在 F 調，所以他沒有唱走，所以這點是為他鼓勵的分數。哦，咩嘿啊？你條下咩要討論呢？好厲害，真厲害呢！其實唱嘅時間唔會受影響啊，係啊，好啦，是冇啊，謝謝，謝謝下。好，安尼沙下嚟，哎呦，這位，一天橋帶來羅山歌。好的，彈啦。
娘面前。天桥子，好，你根本有备而来，对啊。韩国很亲力会嘞，来，等我亮出这个武器，开始表演来。噔噔，好，佢讲哈，一口气可以踢50个，50个毽子哦，各位朋友，2分钟可以踢50下。2分钟就一口气啊？没有，哦，你是2分钟的时间捡起来踢，捡起来踢，没有那么厉害的。要绕到6分钟都在跳50掌。哦，那我会错意了，我以为哇，今天碰到民间高手了，嘿啊。6分钟50掌没亲力会啊，哎，你要弯腰捡50次，哎。对。啊。那小康老师也可以啊。小康老师可以吗？因为他搞不好1分钟他就可以50个了。没有，我1天可以踢1000下。开个特辑让你踢。连登啊，你打破纪录。13多啊，那天13多，13妹妹亲力会的呀。哦，连登13妹啊。两用魔法图，做暗奖哦。哦，我吃看了，可以，脸熟都会贴一朵。来，牙头拿嘅，牙头拿麦克风。才2多怕唔到哦。哎呀，等下慢很认真啊，来，1、预备。啊，用左脚啊。都走的。这个啊，所以有时候哈。有时候不要随便说自己会什么，对啊，唬烂人家。哎呀，罗哥干做的，罗哥，我就不行了，我真的。毽子你不行踢哦，我不行，我穿着很重要啦。穿着，对，穿着穿休闲服就比较可以。哦，做裙的时候唔得，对。那我等你去换衣服。哎，真的有一摆去北京哈，北京那个就是那个。公园啊，就看到很多个录影带，很厉害，个真的很厉害。对，我去，这你很强哦。哈，是某些州没？当你练习啦，个真的懂厉害。练习1年，你们会亲力会。罗哥很有运动天分哦。对，现在不行了，老了。真的哦，老了。好。你跟小康老师求救一下，求教一下。老的还是要交给年轻人了，好吧？好，这个这个也算是一种运动。你开始第5卡哦，喊。我等去按今天大拜4月8拢有拜天公吃盐鸡啦，盐鸡比赛啊个毛就拿走哦，啊用公所做举办，唔系，俩系用公所嘅，哎，俩高级的呢。这是高级的，我等特比赛出来用安尼。哦，对，所以一种运动啦，哎呀，没以后啊，对，消遣娱乐啊。好，来，冲太来唐先生讲评。秋风先生天橋節本來當看好你嘅了結果今日可能就太緊張太緊張唱歌不論唱老山歌，反正你兩個唱兩個三大條盡量嘅聲音很軟的喂，按用彈起來不下好彈你一開始你個聲就聽狠的，一開始聽狠，你唱兩一頭老山簽帶。溜如教會出攝上嘅很多兩個天氣嘅每轉去愛乖時節，樹葉嘅時節，唔該鹽就差睇咧，就差睇咧很多兩個人用面前愛行好，嗰個愛嘅時節啦溜會逼上逼睇都提示機嘅時節，先走時節愛啱嗌結果嘅樹葉唔係講樹到千丈。
好，突然你下胎丝哈，安尼，个撇一撇的时间哈，突然顺的安尼下去，跟住我不愿吃到糖的冬后糖。我说你个 TC 机哈，输赢磨熟后啊哈，加油哦！磨熟后，哎，你真的懂知识啊？你节目啊？系啊，哦，我嘿，比松松下，松松下按来球的，一球的。我几年了有？差不多3月份了。去年3月份。疫情前就来失败嘛。哦，对，又停的。又停2年。 3月开始又来啊。又来哦，亲支持。他是花东区代表。花东区代表。花莲之光，花莲之光。来看一下亚本书看一下亚本给本书。哎呦。93分，哎呦，继续留下来，哎，留下来哈，恭喜哈，继续今年8年成功，哎，安子姐，哈哈了，芝麻球子，好来，沙落，B 面炸，仲有整带来3個字，看過啦哈。嘿，哎呦，一年炸呢，奖啊，根本耶！那个商业咩按奖按温牛人啊，当场打扮好恰美容哈。哦，恰美啦，像模人婆样啊。嘿，请奖给恰美。哎呀，像一缕发样。书画师。啊，书画师，嘿。本身底子也好啊，就长得跟花一样啊。对啊，常常去赏花，对不对？给他介绍啊，老公就爱上了，哎呦，叼住了。哦，你对你老公的样颜色？我老公吼，让我过系通识，哦，所以啊，大特别春天啦，吼，所以双双袂让我不下聊。哦，按就摆咧，一介朋友让我过介绍一介姐姐，哦，结果就摆咧喊我过是潮啊，而且像我初次约会嘛，上某潮都判去他尴尬啦，吼，就潮我让我老公穷下去。买衫底大球机2-3冇交往下去啦，并爱2-3就甲交往。哎呦，我家老公嘿啊，你早就中意你了吧？对呀。基摩表示啊，熟识6-7年呢。哦，按 Q 哦。啊，6-7年当中有去交往其他其他人冇？爱有。有哦，基眼啲。哦，记得等吧。哦，这缘分就会安尼啦，缘分就安尼哦，对，像家母看相，强总是隔壁隔壁村一点啦。哦，跟拿块应该拿东群吼，拿东下背吼，所以隔壁村啲。隔壁村啊，拿东背就会加到某一个去。系啦，就按讲啦，按讲就冇准诶。冇准啊。那炸油条的人不就是都嫁很远？炸油条在快乱传承的。
哦，所以要懂得的缘分哈。真的哈。比赛应该跟用结缘。有缘千里来相会，特别纯的听听的，亲有缘。哎呀，嗰都注定好的，注定好的，也幸福冇。哎，真幸福。真幸福。哎，就好。哦，一路讲当相。冇缺点，冇好香啦。真的哦。应该知道按客家人亲小姑娘。真的哦。当到客家人亲小姑娘。应该系啦，应该系。来，唱题来唐先生。唱高中先生。高中先生来。今日张秀芝唱呀《三国志》吼，佢唱嚟當神法啦，哦，平常睇本來參加比賽。唱一個不論羅山歌、山歌子也係平板，大部分差唔多70%-80%嘅人做這個譜去唱，但是今日佢唱嘅比較，然後平常時人唱嘅山歌子較冇共樣，故說也彈到了一個山歌子吼，較好彈，哦，唔會就像。一個反而講知識化，比較較有唱人一度本來嘅山歌唱嘅強韻嘅方式。李宗盛大師有講過唱歌就種講法嘅嗰種感覺。今日佢嘅咬字也好，唱嘅強韻也好，相當好啦，嗬，有彈啦，嗬。當然我咪有一絲絲嘅建議啦，嗬。佢對方可比講佢天機嘅山歌，然後第三屆有限，嗬。佢喺唱同樣按嘅方式嘅唱法，唔係講做唔得，做得，嗬。但是可比講山歌，呀，佢係會有分別嘅。有限啊，有限，而家唱係咁嘅。哦，一冇一天按樣唱，但是佢可以考慮一下，就講一兩句咁樣嚟唱，但是佢兩句佢都要團體啦，嗬，唔係講做唔得，假使佢要一句冇按嚟唱，另外一句按嚟唱，而家看人嘅詩係按嚟攞就會卡。它有變化，過去今日沒有唱貼詩哦，唱了以後相當順。這個韻腳真開心，頭尾弦嗰隻韻腳樓，班搞前嘅韻腳都唱了相當好。但是我建議佢係第三季加減唱嗰隻韻腳，佢係做得去考慮看啊，係佢係做得加強一下。哦，千豪加油！好，千鋒先生，千豪高中講千豪，對啊，千豪佢唱到很好，佢加強啊，把佢唔行啊好。係啊，哇，係啊，就2年就過了呀。好，嚟先有請嚟嘅千國分啊，有2位評分呢，天狗子還有天雄大哥，那有分分數啊。嚟到旁邊哈。好。來看一下，迄個是佢過關，佢就順利坐上尾面再報會議，哈，兩位就下禮拜再嗰度拼，啊，係啊，哈，來看一下，來看鍾玉成嘅分數。落水前，落水前，落水落到那個身邊。太落雨冇嚟報，講點太落人口烈來看鍾玉成嘅分數。好，恭喜有成績，B面成功。94分，恭喜！歡迎登上你嘅 B 面加報 B， 恭喜有成績。
老年音乐会，哇哦！各位乡亲朋友啊，也哈安尼节目啊，已经国际化了啊！哦，越来越国际化了，因为有抢到黑位外国的朋友。哎呦！哦，类似有跟我们有邦交的国家哦，还参加过《森林之王》得到第6名。哦，有厉害嘛？所以他的国家跟我们还没断交就对。还没，还是好朋友。还是好朋友啊！去年迄几来都台湾的第4年呢。第4年呢？嘿，发行几个专辑嘞，有望俩拿在树当红。真的，也太低了种。啊，那先堂以后冲过，等下后来访问一下啊。Ladies gentlemen， 让我们一起欢迎来自圣露西亚的实力派歌手韦哲。好嘞。走的爱，一时之欢，等回云袭来。流亡的人流放天涯，留一身疑问没答案。投身于虚狂的爱，染上我那不纯的白。内映上天蓝，漏成了海，倒映是月色和尘埃。远方灯火阑珊，谁偷谁的怀？看似如此深爱，都自知轮回。爱都阡陌交错又纯净，爱是无怨无悔却证明，爱用1秒坠落一生去治愈，就像交了心却掏空了自己。也不爱，一时之欢，曾举着姿态，无论团早，无论退老，可还总委屈总人散。孤剑路过人间，没有世俗的容错空间。琥珀的爱，千万年来，用计算等待着答案。未做灯火阑珊，谁偷谁的怀？当时无法释然，此刻才明白，爱的阡陌交错又纯净，爱。是无怨无悔却走心，爱的一句承诺，一生去证明，不想丢了你，却丢失了自己，让这所有失语认定的回忆，是否忽略爱情早已是双向的心。交错又纯净，爱该无怨无悔却走心，爱的一句承诺，一生去证明，不想丢了你，却丢失了自己，不想丢了你，却丢失了自己。
没有，谢谢你们 Good voice， Thank you so much，Amazing voice。而且看着他唱歌会吸引人呢。对啊，就觉得好迷人呢。你闭着眼睛听跟张眼睛听两回事，真的。不，我的意思是说，不要被眼睛骗了。不是，我的意思是说，闭着眼睛听的时候，以为是一个华语唱的非常棒的华语歌手，因为给个咬丝、各个匍匐，全部都懂准。我刚在里面休息的时候，他在彩排嘛。对，我还以为是这个人是老萧敬腾吗？还是谁？对，他的真假音转换，而且你知道外国人其实他们可以 R&B 到死，但他没有把这首歌 R&B 到死，他是恰如其分。他还有保留一点点啊。对，搞不好等一下还有听秋有为啊，恭喜你！哎呀，恭喜你！10年有成呢，发行了你的专辑，10年磨一剑，终于发行了首张专辑的 Departure， 就是这10年在台湾。所有的喜怒哀乐，所有的期待后悔，所有的情感放在这次专辑里面。真的。然后就是离开这么远的地方，离开家乡，来台湾发展。圣露西亚是在哪里？在加勒比海的中南美洲。加勒比海。对，然后是一个小小岛。就是 Jack 他们的船附近，是不是？对，你们国家大概有几个人？很少。跟你讲，我们的那个实际空间大概是一个台北市，可是我们的人口不到木栅区，可能20万人。那算了，那比诺鲁还多人呢。真的。刚跟我们断交那个诺鲁，诺鲁好像才1万多人。对嘛，我们有你们这个好朋友就够了。拜托你回去要跟他们讲啊，叫他不要跟我们断交。不会，有我在，放心。有你在，放心。好棒！你最初来台湾是因为念书来的吗？来台湾就像很多可能在台湾的小孩，就是高中有一个留学到国外的梦想，交换学生，对，然后想要可能在美国、欧洲，就是不再在家乡读大学，然后刚遇到台湾有奖学金，那就选择台湾，因为也是跟妈妈比，对，然后就是来到台湾，然后发现爱上了台湾，就是蛮喜欢台湾，然后就开始，虽然一开始我把音乐的梦想就是停下来，因为当然在我们家乡，其实如果做音乐，其实收入非常不稳定的工作，那就像来到台湾先学经济系，那所谓在政治大学考上了政治大学，再学经济系，那可是刚好其实。最原始的自己，其实到最后还有音乐的梦想，所以就是刚好有很幸运遇到以前的经纪公司，那开始把我签下来，那开始在台湾能够机会在结婚啊，然后在婚礼场啊，继续还有客家场，我们就是在客家场遇到的，有合作过客家场啊，对，你也有学客家歌，有学客家歌，有。那时候为什么讲到这个因为我怕观众朋友人家转台转一转，我以为不是，怎么会一个黑人又转走了？不会，也比你客家乡亲嘅好朋友，因为从客家歌诶，出新装饰，所以开始是来念书，对，然后有回到了音乐的梦想，但是你要去接触一些很多的表演，需要学华语歌吧？对，一开始中文当然很烂我是听华语歌是听不懂，那时候就慢慢学，那特别是更大的挑战是学客语歌曲，客语歌完全听不懂，就是 I don't what I'm saying， 我听不到。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What are you saying？ 那时候就我有一个说法，就是我有一个做法，就是我把歌曲下载，然后把音乐除掉，拿掉，只剩下人声。你用这个方式用这个方式学习，或者是我 YouTube 的影片就把它放在0.5倍的速度，那听得非常慢，那每一个发音就好像我们学舞一样，也要先慢慢的学。公司才发给非常认真，因为伟哲他也有参与，就是我们去年2嘅客家博览会的演出，对，然后给龙时给他客语指导跟欣赏，就同来讲伟哲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学生，因为给老师他很注重，他想要把每个字都咬好，对，给他一请唱告欣赏。所以老师特别有跟我讲到伟哲，哇，那这么认真在学习。等一下真的有机会可以听一下你唱一下客家歌曲。对，5年了唱客家歌，懂手呢。挺厉害啊！公司采访会唱歌人，其实什么语言对他来说都没有差。真的，也许。但是台湾有一种特殊的歌唱文化，有就是台湾的
KTV，对，没错。圣露西亚没有吗？圣露西亚的 KTV 跟台湾完全不一样。真的吗？就是在台湾，我们就是可能在一个小小的包厢里面，就是密集空间，那跟不认识的人一样装熟就干了那种。可是，在我们国家，我们在户外，在一个酒吧 ，OK，然后就是随时可以唱歌，而且我们家乡的音乐跟台湾不一样，因为台湾大部分你们都听抒情歌，所以会在 KTV 可能一边唱一边哭。可是我们家乡，我们的曲风非常节奏非常快，非常欢乐，所以一边唱一边跳舞。你看有照片，我今天带来一个影片给你看，是什么样的感觉？哇，来，就是 KTV， 哇，好嗨哦！这是你们的 KTV， 然后就随便素人就可以上去唱。这是酒吧还是 KTV？ 然后他唱完以后呢，就换别人唱这样。对，没错。而且你唱好听不好听没差，就是越烂越可以被清酒，就是好玩啊，就是好玩哇！你太精彩了，这样子。再喝一杯，再唱，继续唱。哎，这很好玩呢，很有趣，很有趣。哇，那这个国家的这个人民应该都过得很幸福，很快乐，对呀，没有烦恼这样子。哦，这是音乐最 pure 的样子，烦恼是一定有的啦。是。但是音乐是一个抒压的好方式，真的，没错。哇，这张专辑，哎，它不是单曲，它是专辑。它是专辑，而且我刚刚还想说，我好想知道这歌谁写的，结果里面只有一片 CD。他没有歌词本，省钱啊！因为我们客家精神是不是？还是忘记放进去？没有，数位线上可以看到歌词。数位线上，对，看到。好，那维哲，哎，那既然已经来到我们客家天丝团，客家天丝团，那可不可以这个表现一首客家歌？好，Piece of Cake。我今天准备一首歌。哦，真的。对，勇往直前跑。勇往直前跑。哦。要跳歌的吴胜志老师的歌哎，非常厉害，好几十年的歌了，但他的曲风算是我们客家流行乐的先驱，教父级的了，猛抽，客家界流行音乐教父级的。敢挑战他的歌？好，来，是不是哦？伟哲带来客家歌曲，勇往直前跑。赶快喽！变化蹦蹦跳啊蹦蹦跳，何必天从那上吊啊那上吊，怕风雨大石头大石头，让怕前程通松了。嘿呀嘿，嘿呀嘿嘿嘿嘿，人生很美妙哦，难免有情调，分享唔好大幕了，勇往直前跑。今天还没给们好，把不会在包包里压流，勇往直前跑。迅速变化，蹦蹦跳啊蹦蹦跳，何必天从那上吊啊那上吊，把风雨大石头大石头，刚把前程通松了。嘿呀，过去了。心跳，放羊午后耽误了，勇往直前跑。今天开门给门好，把不会在包包里下流，勇往直前跑。耽误了，勇往直前跑。今天还没给门好，把不会在包包里下流，勇往直前跑。哇，厉害！哎，太厉害了吧！
罗哥看的歌词都唱不出来。对呀，你一般个，我一个人就学客家歌，可能我选个较简单、较轻松的歌哟。哎呀，条歌谱的真难听呢。对啊，客家人来讲啊，就是一难去做的。真的呢。我一个人。太厉害了，他真的有天分呢。真的好厉害，好厉害，天生就是太屌了。对，歌唱王者啊。这首花很多时间来学。来雄心啊，真的呀。花了多少时间学习？大概2个多礼拜。2个多礼拜，因为要先习惯他的那个，而且他会想要理解歌的意思，对，想理解歌的意思，因为这样才有情感。对，勇往直前跑，往前走，勇敢的往前走。没错，对。哇，这首歌真的又让我回味到小时候。罗哥很喜欢这吴胜志的歌。吴胜志老师的专辑，我大概听坏了大概5张。以前是卡带时期哦，对，很那个大的 ，no， 小的 tape，你还没出生，你还没出生，我那个年代了，对啊，就听坏掉哦，又再去买1张来听了5张。你看他喜欢成这样，他也没办法好好唱完它，所以真厉害。是，哦，对，客家歌其实真的还有很多很好听的歌，对啊。像我第一次遇到的接触到的客家歌就是客家本色。客家本色，就是因为这首歌，我当然是一个挑战，大的挑战，就是完全不懂。可是我因为慢慢学这首歌的意思，我才意识到客家人的故事、客家人的历史怎么来到台湾，然后一起努力，然后走到现在，我觉得太有趣了。你还先去了解客家人的历史，他都会去理解歌的意义。从山口头一湾，那客家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对，你知道吗？点钱没钱，就是全部听懂他的意思，很厉害。是因为这样子开始接触到，对，因为那时候刚刚是疫情期间，然后也没什么工作，然后有一位老师说：“哎，你有没有对客语歌有兴趣？想不想去？”我想说，确定吗？好，试试看啊，试试看。结果他在客家圈混的比我还好。他每个那个乐手老师就伟哲，我想说怎么谁都认识，很厉害哎。谢谢你们，让我们客家能够国际化这样。没有，我想客家人就像不是小群的人，就是像可能在台湾，我们黑人也是到这么远的地方也是一样，可是我们还是努力，我们还是像你们一样，还是很。追着梦想，还是非常用心、非常努力去做到现在的成绩。我们其实可以跟客家人都有一个共鸣点。我们还好而已，还好。你比较认真，因为客家话说实在话，不是客家人很难学那个发音跟咬字。连真的在台湾的那个讲台语的一些朋友哈，他们要学客家歌都学不来。对啊，都很难学。你怎么办到？真的太厉害了，好准确，真的非常准呢。好厉害，真的是。你们国家如果像我们去要讲你们是黑人，就是用那个语言讲。你们是英文吗？官方语言？那个你们会生气吗？会，因为你要得到我们的那个怎么讲 permission。就是要很熟，要允许了，对。如果是好兄弟，OK 了，来，我熟。可是不熟，你看会被打，可能会被打。就像我们自己可以说自己，别人不能说我们。所以以前那个杨耀东就被打过啊。真的。因为他不是有一首歌吗？那个我的爱，好像不是这个意思。他因为这样被打。对啊。这是有一点文化上的误会了吧？有文化上的误会。他刚好有一首歌那个啦。对，我刚来的时候，其实我听到那个字，我说那个，你有听过听到那个会觉得有点奇怪，是不是？可能第一年在语言中心，可能那个秘书在讲，不是那个，要那个。你本来拳头已经握起来了。还好，这是一些语言上的差别而已，误会结清就好。是，对，但是我们还是要尊重彼此的文化。没错，而且伟哲的 R&B 真的非常厉害。对，运用在各个方面。黑人应该没有不会唱歌的吧？黑人是不是天生就会唱歌？有，然后天生会打篮球。天生会打。我跟你讲，就是那个，这是刻板印象。我跟你讲，我打篮球，我就是这种刻板印象。我跟你讲，你想看我打篮球吗？可以吗？不好看，因为我不会打。所以其实就像很多黑人朋友，其实他们也不太会唱歌的。也是有不会唱歌的。我来台湾之前，我以为可能在华语人，就是台湾人，在路边会有人打
功夫，你会吗？那在你看我像会吗？公园才会有。我们嘴上功夫可以啦，真的做动作是不行啦哦。对，毕竟我们是礼仪之邦嘛，你先，是，不会随便动手的。哦，来 R&B， 既然厉害 R&B 唱个客家歌吧。好，可以吗？好，可以啊。我试试看，清唱的一首客家的。那我来一个罗水田。落水田，可以吗？当然可以啊。Any song you want? Any song? Yeah. 落水田，落水田，落水落到那个身边。他落雨莫来不，讲人太落人口连。真的好美，好棒啊！好好听哦。哇，一开口就迷死人了。对啊，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客家委员会或是客家电视台有一些相关性的这种发扬客家的一些活动或者什么，真的要找他们去。有韦泽常出现，真的要找他们去。他是我们客家之友。哦，对啊，这样才会吸引到很多那种年轻人啊，或者小孩子，哇，连你们外国人都喜欢我们客家文化。对啊，而且都愿意接受我们客家文化，那也非常欣赏。对啊，是。谢谢，太棒了。那而且接下来你今天最重要的目的还是要介绍你的新歌，是新专辑的歌，新专辑的歌不是不登三宝殿啊！介绍给大家听一下。当然我的最强的曲风 R&B， 专辑里面的一首歌，第2首歌 Fairy Tale Love。Fairy Tale Love 像童话一样的爱情故事。英文歌，没错，纯英文，全英文，对，全英文。哥哥要睡了，全英文的话。可以叫我，你叫我可以，我叫你。我开玩笑。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我不收学费，不收学费。真的，你要叫他教你客语，对，那你会学到很多 dirty words。OK，Are you OK？ 这样是可以的吗？来，先学一个来，吊杨梅。吊杨梅，倒杨梅啦，没有啦，就当兵呢，从那个要调去杨梅，所以叫吊杨梅。哦，对了，可以讲吗？到客家庄不要乱讲。哦，这首歌好来弹一下。Fairy Tale Love， 好来弹好了。Girl, just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to prove my love. I'm really sorry, babe. I didn't mean to hurt you. See, I just can't help myself. And you gave your all to me. This boy took it for granted, baby. Forever love, ever touch, evermore. Forever mine, so divine, you define. Go back in time, give your love my design, you see. Forever love, ever much to give up. Forever me, you and I don't let go. Stay, you see. In your forgive yourself, I cannot again. And I will be forever loving you this time. And I will be all you need.
these aches and battles. If love is true, and I believe everything you are, I'll give my life. This and in the next. You said you felt free. Your eyes, no lies. You care for me. You'll be there till eternity. Ever love, ever love, ever love. Ever loving you. If loving you is a fairy tale, hurting you is my final name.